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李和平医生。今日医生呢特别对台中来甲咱草港真耶稣教会草港教会要特别为你邀请到黄正元兄弟甲伊太太蔡雪慧姊妹在咱节目中间来分享耶稣基督恩典。正元兄你好，主持人好，亲爱的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感谢主耶稣有这个机会当互我伫遮呢，将我所得到神的恩典，甲大家来分享。是，咱隔壁这是正元社雪慧姊妹。主持人你好，我是雪慧，非常会感谢这个机会来伫遮甲咱的遐朋友来分享神对阮真正大的恩典。我请问正元兄，恁本来敢是咱草港人？我本来拢住伫草港，咱遮算彰化县，拢从事什么种工作？拢从事做事的农的，做农我是做甲尾是做养殖。你甲雪慧姐恁结婚偌久的时间？17年啊，17年吼，几个囡仔？2个。你算伫咱真耶稣教会来讲，你算第一代的信仰嘛？我是第二代信仰。较早咱乌下厝这个所在，讲起来，伫真耶稣教会对于大陆传来到咱台湾来讲，这乌下厝这个所在已经偌久的时间？应该传60-70年。因为伫这个新港这附近遮嘛，吼，所以往后60-70年不到。恁爸爸信耶稣信偌久啊？60几年啊。咱一般伫这乌下厝这个所在吼，嘛算做一个海边庄脚的所在。咱大概拢是一般的民间信仰嘛，是讲咱嘛真好奇讲，伫一般的民间信仰，要讲安尼来相信耶稣吼，这讲起来有一寡困难。像恁爸爸住伫草港这个所在，为虾米伫一般这60几年前，咱台湾社会来讲是足封闭的，算一个民间信仰的情况。为虾米伊会来信咱真耶稣教会来相信耶稣来领受呢？耶稣这个救恩，是不是会当请正元兄甲咱简单做一个见证一下？感谢主吼，阮一家会来信主是真正是神的保守，神的带领。因为阮爸爸差不多18、9岁遐破病，因为真耶稣教会有人传道理了后，阮爸爸接受，因为阮爸爸迄阵的病嘛足严重，病甲甚至拢袂使出网搭。安尼拢总偌久的时间？年外可能有差不多一年外遐个时间。迄个时阵呢，阮爸爸就因为自较早有听到人咧讲伫新港倒一家有即个风讲咧背十世，因为伊听到讲耶稣降落凡间，要救世间人。伊迄个时阵病甲就是对偶像已经失望了，所以伊迄个时阵呢，伊就决定要信耶稣。佮拄好草港教有一个纪念仪大家拢叫伊纪念仪伊报福音互阮阿嬷，佮阮工作内底呢，甲阮阿嬷讲前某米人你即马呢？除了信耶稣以外，你的囝已经无救所以你要去信耶稣。所以因为安尼呢，阮爸爸才来说咧。等于阮的工作咧嘛，干那阮这条来信耶稣呢。所以这是会当讲嘛是感谢神的恩典。恁应该是出世了，你就信耶稣。对，我出世就信耶稣，我出世就做咧。以早呢是对爸爸妈妈来信无完全的体验，但是因为听阮爸爸伊的见证，伊迄阵被魔鬼所束缚，因为来信耶稣才好。佮因为阮妈妈本身的一寡病痛见证甲我呢，所以最根本的家己真大的感受，来信耶稣因为神的保守，才我都甲今仔日这个家庭。互你足深刻内底吼，你看到你的妈妈甲你家己本身吼，像你妈妈伊有这个先天性的心脏病，敢毋是？这情形是安那？阮妈妈伊伫76年遐，迄个时阵我是伫咧饲虾我伫海边饲虾阮妈妈伊去甲我斗做，暗时转来咧困的时阵，这嘛是真感谢神啦，因为咧阮厝饲满，我爸爸另外困一间寮阮妈妈困伫厝内，阮妈妈咧艰苦，伊是等于讲腹肚痛足艰苦的，要去叫阮爸爸。要叫阮爸爸爱经过一条沟，迄条沟的桥差不多跨度才1尺，或者较无到1尺宽。叫阮爸爸的时阵，因为伊咧疼，伊佫甲阮爸爸迄个寮的门摕咧，阮爸爸变做袂当落来。落尾阮妈妈嘛毋知讲伊，阮爸爸安怎落来，阮爸爸嘛毋知讲伊是安怎我就落来，就是安尼甲阮妈妈佫步过迄条桥，才联络我才夹带，再去检查讲是迄个。贵分的地，尾嘛是爱转去台大，这完全嘛是拢是神的保守，甲阮若是神的保守呢，可能无法度当。因为阮妈妈迄时阵呢，医生有甲阮开甲阮讲，伊讲恁妈妈足严重，一定要开刀，但是开刀佫有一个危险，就是讲伊开刀万不离迄个若欠管，伊迄个贵分往头上离开，安尼嘛是无救。
啊无开刀嘛是无救，嘛是足危险的。医生讲吼，讲伊碰不歹去，那个换碰不啊，阮妈妈伊进前是先问有一个小姐，我来开刀，啊伊讲吼，伊讲伊近4年前开刀的，啊4年后过来开刀，啊伊迄阵阮妈妈伊虽然是咧艰苦，但是伊就是讲伊祈祷破信，伊讲吼。啊，若甲4年，甲来我凊彩等下祈祷，嘛当有4年，所以就决定无爱开刀。但是迄个时阵，迄台迄个上出名迄个连文斌，迄个连教授讲吼，你即摆若唔开刀，等去到半路过来无救啊！伊讲较早伫迄个基隆遐，都原来有一个这种情形，啊，等去过来都无救。我妈妈迄阵伊信心就好，伊足坚定诶。伊讲我要等下考试，若敢若4年，我等下祈祷考试，上届无啊，当有4年。结果因为阮妈妈就真正等啊。啊，转来咧，真感谢主。伊讲伊当4年，伊即摆意思就讲啊，我阵啊加当几年啊，我就加当足久诶。伊讲当4年，真正4年后才去开刀。啊，去开刀诶时阵呢，医生嘛讲足严重，因为迄阵去到台大诶时阵呢，还搁用强心剂。啊，伊尾啊，伊是主动脉剥离，到尾伊是换迄个心瓣膜。要开刀进前，伊做一个梦，伫边伊做一个梦。伊讲伊梦见一个囡仔吼，开刀出来，安尼在伊面前前诶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啊，所以阮妈妈迄阵要开刀，伊就足有信心诶。因为我若来开刀，啊，性格就是讲，比如话像迄个囡仔安尼吼，开刀了后就当然活跳跳，啊，就真活泼的。所以就决定伊嘛足坚信，伊讲干嘛可是要开刀。我就讲这是开刀是几岁？民国80年啦。这真难得吼，因为伊这算先天性的主动脉剥离。是。啊，所以这种病来讲，这一般来讲拢足危险的。这种病有遗传，应该照讲就是讲爱到50岁遐才会发作。你嘛遗传？我嘛遗传着。啊，我的病以前啊，我的病是伫头82年底遐，因为迄阵啊，我是88年4月15迄天9点啦。啊，迄天真感谢主，伊早做建筑，啊，因做了失败转来了，我嘛做5金的加工。啊，因为有一寡，敢若一寡箱啊，条啊做了毋对，爱换。啊，叫阮表哥一寡囡仔来咧换。啊，迄个时阵我的囡仔咧，因为哥哥来伫遮，所以计会开始耍。啊，我咧用机台，啊，入来伫事务所内底，我迄无台无地，嘛毋是讲做足操劳，而且怎，就是，而且偏直直听，迄个听就敢若是听咱咧拆纸，互你感觉讲是咧做安尼。安尼。啊，迄个时阵我足艰苦，我就叫阮囝讲去叫妈妈来。啊，阮太太伊嘛足无闲，咧无闲机台。对。啊，迄个时阵咧，阮囝去叫。阮太太讲啊，倒咧无期待，毋来做工课，干那咧叫状元，因为迄阵还佫毋知。啊，尾啊呢，我讲叫妈妈来啦，你讲爸爸咧艰苦。啊，迄个时阵呢，阮太太才走入来看，啊，倒咧做工课，伊毋做工课是咧创啥物？我在咧甲讲，我可能会亲像妈妈呢。头下阮太太是讲，你咧艰苦，是要去倒一工。阮太太叫我讲，无附近先叫医生看咧，做一下。我无共，即届听无共，完全无共，是敢若真妈妈迄个。即摆咧听真妈妈迄阵。迄个症状，因为我迄阵啊就知影讲，可能是即个情形。因为我平常时定有咧艰苦，若咧无啥爽快去做就食就好。感谢主，迄边我就是一个死者，真正是肺分裂哩啊。虽然是肺部，迄暗就现去当机挂急诊，去挂急诊呢，因为医生去看咧，成绩伊会知影讲，大概知影讲有迄个遗传的问题。因为我有咧甲讲，伊讲症状应该是头前疼，甲疼到后壁，应该对腹肚疼，疼对后壁去，但是我是对后壁咧疼，头前完全袂疼。所以医生感觉讲可能毋是，所以就照 X 光。按照 X 光起来呢，哇，迄个脊椎严重分期。伊讲啊，可能就是吼，你灵魂棍哦，伊底分咧疼。电工照着了，伊讲啊，无你止疼药啊，摕转去食。因为医生伊嘛感觉讲无啥物个啦，嘛毋敢确定讲是啥物原因啊，所以讲你无你止疼食，但是转去若咧疼，还佫来。啊，感谢主呢，转去了后到4点的时阵，我甲阮太太讲症状无改变，即个鼻疼原在佫咧疼，也是还佫来。去到病院的时阵呢，佫原在是迄个9点外去，迄个急诊的迄个原在迄个医生佫伫咧值班。伊看到阮伫外口咧写呢，直接叫讲礼拜，免佫写。礼拜呢，真时就开始排了做电脑断层，因为伊迄就是有可能着脑部你若无症状若毋对，你要家己开治。啊，所以阮迄阵9点外伊毋敢甲阮照，敢做迄电脑断层。啊，排了做了后呢，我就伫病床馆顶咧休困。迄个片仔做出来，就叫阮太太去，甲伊安慰讲，叫伊讲安尼甲我安慰，毋通啥物甲我讲。但是阮太太来的时阵呢，我就笑着我讲是毋是真咧哩？我完全拢袂惊，感谢主完全拢袂惊。虽然会疼，要病中我拿开刀，我拿祈祷。请金文社哈，甲咱做一个补充。我先生伊伫病院当中吼，所做一寡检查吼，甲伊的病情的甲阮讲吼。当医生确定了，伊就开始安排到病房。上来了后，阮就拢伫到病房外口遐咧等。
咧等了，护士就出来咧讲啊，迄个下晡吼，有要甲恁的先生做进一步的检查，就是要用产婆罗检查看内底即马到底虾米情形安尼啊，所以一定爱开刀啊，不过是爱做检查安尼。医生是阮妈妈的主治医师或者陈宏德陈医师啊，伊看到阮先生惊一下，啊那是你，讲嘿啊，就是我啊吼，检查了出来了，就甲我讲吼。林先生吼真严重，比恁大家搁较严重。恁大家当时敢若主动脉总成咧离，林先生即马搁嫌心瓣膜闭锁不全，两项即个心脏方面真正大诶病症安尼啊。我就讲安尼要安怎？伊讲吼，你吼赶紧下暗吼，你转去下暗伊诶主治医师吼，迄外科诶吼，迄杨医师吼，会甲恁联络看要安怎着处理安尼吼安尼。但医师就顺后甲讲诶。我咧讲，恁去找蔡教授，这蔡教授吼，就是阮当时甲阮妈妈，伫逐代甲妈妈开刀，迄助理，伊算是副教授，即摆已经教授，啊，就是基督教心脏内科诶，蔡正道诶蔡医师诶弟弟。伊讲你也毋甲杨医师联络了，看安怎？啊，你甲讲恁坚持要转到台大去安尼。啊，所以我进前嘛有听到讲，因为咱逐摆咧讲吼，嘛是有听讲吼。基督教伊心脏的外科较开始起步尔，吼，甚至讲嘛人建议讲啊，你茫淡仔试刀啦，所以迄阵我嘛是心肝内就知影讲啊，我袂知要安怎做，啊个接着陈医师吼咧甲我建议吼，我你紧去找蔡教授，我吼好我知，因为迄交病房吼，其实咱袂使是随时入去啦，啊所以我厝诶嘛有一寡代志爱办吼，所以我就4点外我就转来，啊转来我就徐大人其实吼雄赶去。搬两遮急诊诶吼，阮是大人根本都毋知影阮工厂无人，啊两个人无伫厝诶，因若叫是阮拢也咧做工课，所以我对啊讲，正原咧艰苦去伫病院，即摆伫交病房，应该会知影。吼啊尾后我就等啊到9点开始咧，杨医师就敲电话来，伊就介绍伊虾米人，我讲啊我知你，伊讲我即摆要甲你讲恁先生诶病情哦，一定爱紧开刀，吼伊即摆吼伊迄不但吼。迄主动脉剥离咧离刷了伊，迄心瓣膜吼，佮闭锁不全，迄种足危险诶吼。我就甲讲，啊，既然若爱开刀，毋过阮家属参详，结果讲决定要刷来去台大啦吼。伊讲好啊，恁若要刷嘛是会使，恁若坚持要刷会用诶啊。啊，不过你着爱去法律好哦。若要过你迄边，就是医生啊，甲迄边一定要有交病房咧等你，无你安尼向刷过是真正危险，阮着无法度帮你做啥物。我讲好无要紧，我会法律安尼。所以我就天光吼7点我就紧赶去基督教，我7点50外到基督教，我就去服务台我就去找蔡正道蔡医师，我就甲伊讲啊，我是黄丁香，就是阮妈妈、阮婆婆，因嘛拢熟悉，所以我讲啊，我就是黄丁香诶囝吼，黄金妍诶太太啊，我今日吼，我要来拜托一件代志啦。真正奇妙就是讲，确实咧，虽然是吼咱拄着这苦难，毋过神确实拢甲咱一路安尼开咯。这蔡医师就讲啊，我知，因为阮昨昏吼特别为恁先生吼开一个小组会议，所以我拢知影整个过程。我讲啊，那蔡医师，我真要来甲你拜托，决定要甲我先生送去台大，要来麻烦恁弟弟吼，要让蔡教授来为阮开刀吼。拜托你帮我联络。台大迄方面所有一切一寡，反正我都全权委托你帮我处理啊，就对啊。这蔡医生嘛真正紧就甲我答应讲好，既然恁阿翁无问题，我都肯甲你联络我的小弟。咱就经过来去交病房遐等消息。到9点的时阵，交病房内底小姐就有甲我讲，啥物人的家属吼，恁讲要转移去台大，我讲嘿是。迄边讲拢联络好啊，蔡医师要叫你听。我就紧入去，就蔡医师用内线甲我讲，即马因小弟台大迄边拢已经合作好啊，只要咱若转去了，你去急诊的报蔡正元的名了后，逐项伊拢帮咱处理好，迄边已经拢安搭好啊。过来上重要就是讲你吼，爱甲即边所有检查的片，爱确认连同恁人做阵过去，袂用阁做任何检查，佮伊就袂用阁拖，安尼较会当把时间安尼。阮嘛甲讲要用因的救护车过，所以拢嘛有因甲我安排啦。所以阵仔就头到11点，我就片仔吼嘛整理好啊，过来就是咱要带过物件吼，拢款好就差不多要11点就为交病房塞出来。为交病房塞出来时阵，因为阮先生伊真正痛苦，毋过伊迄袂使阁继续好听，
所以医生就用麻花吼，咧甲伊控制伊个疼，所以伊神情足好诶。我印象真深刻，就是讲吼，伫这家病房外口有足侪家属诶吼，就安尼咧看阮啦。安尼阮先生伊无感觉真痛苦，伊就嘛是甲安尼面带笑容安尼头点诶点啊。我就听着声音讲，你看迄个人也无安怎吼，那会要转去代到较严重安尼。所以讲，确实咧，因无了解啦。所以讲，真正人诶性命，日新诶手头吼，一路到代都已经2点外，一切手续，我都感觉真奇妙，真简单。一般吼，伊个是咱会知讲吼，代是台湾上大间诶病院吼，手续是无遐简便诶啦。毋过是神特别恩待阮啊，互阮一切拢真正顺利。所以2点我就差不多就观察小较咧等。即阵吼麻烦诶代志过来，就是因为阮先生煞咧发烧，血压是控制了袂歹，因为伊迄声吼，拢甲伊迄麻花拢甲伊伫注伫迄拢随时拢会甲伊补充，所以血压是无悬，毋过咧发烧啦。阮等一下吼，蔡教授来找阮吼，伊身躯去穿着咧手术咧服装，来了后就甲我所带起片吼资料拢互伊看，看吼，蔡教授害头，讲哪会安尼搁发烧是要安怎？就搭咧讲要开刀，就绝对袂用发烧呀。尾后就开说，我就讲这开始就爱紧急落开刀，无这随时吼性命拢会无去。恁人看伊安尼有讲有笑呢，话去就去呢。迄正经恁拢毋知影惊，阮也有可能毋知影惊，因为我知阮大家会折腾，阮非常的了解，所以讲毋是毋知影惊。是因为有一个新的人外壳，咱是表面真认真。我咱嘛知讲这万事吼，爱神吼爱开医生的智慧吼，有迄能力甲咱做后续动作。了后迄阵起开始嘛无心脏科的交病房啊，所以这蔡教授就去找状吼，就先甲安搭伫内科的交病房，了后就阮就送入。送入1点钟吼，迄护士拢一直扭，就是咧注意的烧有退无安尼。毋过到8点外，蔡教授搁来讲，烧安怎？无改善呢。搁一下讲好，伊知。蔡教授出去，搁一下搁来讲，等下准时11点要送入来开哦。所以9点外遐就开始，护士就甲伊切身躯甲伊剃喙手，做一寡工课安尼吼。11点开始就真正，阮家属就阮爸爸，搁我2个大姊，搁2个姐夫，搁我，7个就踮遐等安尼。4月16暗时11点杀入。真惊迄等待迄心情吼，咱会知讲咧等就真艰苦啦。毋过即款情形咧等，搁较艰苦啦。1點一直过，已經5-6點啊，7-8點啊。我要8點的時陣吼，因為因迄大間病院吼，就是人足多安尼，看迄班次攏一直入去，一直出來，一直入去出來。為蝦米阮攏無消無息，擱攏無拍離開，人看講蝦米人做手術安怎攏無，完全攏無。因為阮是透明緊急開刀的，所以一寡字幕攏完全無啦。到12點啊，已經等13點鐘啊，咱佫無消息。阮姐夫就講袂使，伊要去問看覓，拄好健美教會黃執事吼來甲阮探訪，講咱健美教會有某物姊妹佇迄內底做護士，透過伊個關係來甲咱問看覓。差不多12點外，伊就有消息來講吼，病情有控制住不過吼，即馬還佫袂使出來，還佫佇手術房內底安尼。咧等下進前，因為伊迄代吼有安排迄祈禱室，咧互祈禱吼。迄陣阮有2遍吼講無咱來祈禱啦，可信呀。即陣無啥物醫生吼，因為消息嘛無，都完全無，就阮就7個少少，就去到10樓吼，10樓的祈禱室祈禱吼。我的爸親吼，確實伊開聲哭，講神啊，為啥要我的囝安尼？迄陣我確實我嘛袂曉祈禱啊，我敢若跪落祈禱神，我相信你互我擔會擔，是我擔會起會擔，我神你是聽我的，我迄陣甲做安尼祈禱爾，確實咧，毋知要安怎祈禱，一片空白，迄陣就安尼交託互神，到2點外遐吼，真正所有會當通知會到教會吼，就是台北教會、景美教會。上山教會，迄種上山教會佫咧靈魂會，我的孫佗我的大姊的大後生，我佇後生攏是佇遐。伊講緊啊，緊誒，阮上山教會咧聚會，咧靈魂報道會吼，伊就緊敲電話簽名祈禱。咱超港佇咱中華縣將濱小區6間教會，過來就是開哦，佫彰化有彰興，佫彰化，只要有熟悉誒，攏是講緊簽名落祈禱。
全来交托互神，求神甲阮开路安尼。所以我迄阵啊，搁2点要聚会，啊，搁无消息，我紧搁拍转来超工教会，拄好是互你的姊妹接的讲，下尾紧诶，拢无消息，紧搁请命就帮阮祈祷安尼。所以是真正拢靠着神来安度过。到着2点半的时阵阮全身杀出来，规身躯敢若拢用一块布盖的尔，规个拢斗着仪器，规头壳到脚骨都反正都是仪器。阮大官是着起哭，起来问阮翁的身躯讲是安怎来练机器啦？阮就讲哎呀，侪点钟伫练机房一定是会练机器的阮大官讲伊上顶若望伊的眉骨，看伊眉骨也咧跳无安。伊讲眉骨有咧跳。出来就紧急就送来交互病房，阮嘛是敢若安伫当中咧转送的时阵安尼倒着迄车床安尼倒咧走倒咧堆安尼尔，阮嘛无法度真正详细来看到阮先生讲开了后是安怎，那是只有交托互神，非常感谢神，就是讲真正顺利因为医生伊嘛讲感谢神开了结果就是敢若主动脉剥离，迄心瓣膜无安怎，真正水真正好，伊讲迄破布佮补诶，佮接诶当然无像新诶好，所以恁爱特别注意。咱会当考试，只有神神是来外考，咱无咩方法啦。只有神会当拯救咱别位无拯救。医生只有会当借着神伊诶智慧来甲咱医治安尼。所以关键嘛，在是伫乎咱生命神诶手中。即当中伫交病房，伊住了4天，伫这4天当中伊也真正奇怪情绪拢一直不稳定。医生讲真正歹配合的一个病人，血压拢一直悬一直悬，因为医生讲上惊都悬，还佫一直悬。因为迄当时就是伊心，家己阮个人有拄着一寡代志，一定是迄个情形，所以伊外口神真平静，毋过。实际上，阮互阮会有一寡压力伫诶，所以医学当中，伊无法通静落来。所以迄阵就真正迄阵开始神，搁再一遍互阮诶考验。并毋是开刀才顺利就好呢，后壁诶功夫搁真大，叫阮袂使放松诶。爱继续外考试啦。感谢神，就是恢复嘛，拢真正紧，真正顺利伫台中就住了28天，28天了后就出院，出院转来疗养当中，嘛拢真正紧。转来是人197公分，算剩70外公斤。你看这个人敢会看？走路拢爱举拐啊！神真正恩待阮啊！我即摆阮先生102公斤。开始神对阮的恩来讲拍断手骨颠倒用，会当用安尼来形容神。对阮恩加倍啦，所以88年这个手术应该无副作用，因为医生讲伊血压爱控制，毋过伊嘛是拢爱固定爱等去顺，伊无等顺，医生袂放心所以伊嘛拢等去顺伊并无靠着遐药咧用，伊拢完全拢无咧食药有配药无食药因为等伤久无去，医生都会骂，可是咱拢靠神，伊都行过来。所以我即摆要听志源兄你咧讲心脏迄个主动脉剥离迄个情形是啥物种情形？我这个病叫做麻烦症候群，医学上叫麻烦症候群是足麻烦的。伊讲咱人的肺菌就分做3边，即摆就是一边是咧送清气，一边送垃圾。结果你中庭离开。就变做清气水甲垃圾一人做伙，一个来一个去安尼。变做佫是因为是主动脉，你主动脉就是上肺的所在，你若佫压力真大，压力大，等于一条海沟，压力佫愈大，爱对直变。所以医生要开刀，伊嘛讲这足严重啊因为这是阮妈妈要开刀讲，因为我当时阮妈妈就要开刀，就是讲你要开刀有可能往上。你若对关键离得较头壳，安就无救了。我迄阵呢，照讲起来足严重的。其实伫这个中间的地方，我要补充一点，就是交互病房内底。那阮太太讲的，你毋通感觉讲开刀开好啊，还是已经互你安全出来到交病房，你放心，你甲心情放松啊。我迄个时阵的心情就是安尼，我头壳内底也可能犯一寡代志，但是我要开刀之前，我会晓考试，到头啊祈祷，我会本身的祈祷，但是开刀出来到交病房呢。我家己本身袂晓祈祷，所以交病房4天内底，医生讲我上袂配合一个病，真正袂配合，血压唔降，镇定剂安尼下都无效。我会记得医生甲阮太太问讲，恁先生是毋是烧酒啉足重的？因为迄阵较早伫开喉的时阵，迄阵咧做建筑的时阵，有咧啉着酒，我会知影。我本身迄个时阵，我家己本身有一寡行为嘛无好，因为不一定是安尼，所以就产生较一寡问题。所以我真诶发生这代志，我足感谢神，因为神那要个治我。
今仔日若毋是借着即个机会，我有可能无伫教会啊，不一定不但是灵命无去，连死命嘛会无，所以我嘛是足感谢神的。教面蛮发生足侪代志，有看到啥物讲，阮阿哥去甲我看，阮阿哥无去，我就讲感觉阮阿哥要去甲我看，佫有我厝的工人去要找我，因为我阵嘛咧烦恼厝的工课，所以要讲佫讲袂出来。阮太太咧讲，阮太太做我写，佫无法度写，迄阵愈写愈激动，迄个愈关心嘛，甲我保守。哇，到出来普通病房，迄个时阵，阮太太就那么呆安尼厝咧走，阮姐姐甲我讲，我有一暗就是家己迄个上严重，迄暗就是吐瀉，有时啊感觉讲，甲阮姐姐讲，爸爸那伫窗仔遐咧等我，咧叫我，我袂记。我就甲所有车站拢闭掉，家己落来。我迄阵开刀，佫袂使先出来，家己落来，家己跑去窗仔遐，阮姐姐甲我救咧。迄个时阵飞起来，到去等甲我看，规个面前拢流甲转。我迄阵就是家己袂晓祈祷，敢若会晓想讲到咧替我祈祷。等下阮再来讲，家己放心啊，松懈啊。所以神就是讲，你毋通想讲你已经好了哦，你爱佫感染，你爱会记，毋通敢若想讲安就煞。因为即个主动脉剥离，虽然医生讲开刀落去心瓣膜做好，嘛爱佫检查，伫遐佫检查足侪遍。做迄个用迄个管哦，对脑后直直穿入去安尼，穿甲那个注麻时，穿甲咁要吐，足艰苦啊！检查起来呢，医生才宣布讲，你的心瓣膜免换。阮妈妈嘛是本来换两项，结果伊是换心瓣膜肺菌主动好，我是心瓣膜甲肺菌爱处理，结果是换肺菌心瓣膜变好，所以这拢是神的恩典。真感谢主，若毋是神的恩典呢，可能就是变做讲我今仔日嘛无这个机会伫遮呢，伫空中呢，甲大家来讲这个这么美好的神的恩典。最主要嘛是爱祈祷啦，因为今仔日若毋是讲所有的教会为我祈祷，因若知影我的病情的拢替我祈祷，我有可能今仔日就无通这样的顺心一家。所以讲起来，亲像主要说伫约翰音十六章内面所讲，讲恁伫这个世间上有苦难，但是你伫我内面有平安，伫我已经赢过了世界。所以这个苦难讲起来，伫咱不管什么人吼，咱听众朋友，还是咱所有周遭的人，其实咱拢知影吼，病真正是满满是敢若菜市啊。病愈开是愈侪间，愈大间，足侪人去病吼，所以可见讲即个破病人非常侪。问题讲病拢有可能临到咱每一个人，但是当破病时，咱是毋是有倚靠？当破病时，咱是毋是有即个外来的力量会当真正来帮助咱？咱所知耶稣是造物主啊，伊是咱的天父，做咱的神，所以咱的机器安那伊知影。虽然讲透过医生甲咱医治，但是医生的医治是一个本分。假使讲神也无保守，互你配合伫这样管的当中拢降袂落来时阵，医生讲起来是足麻烦的代志。医生伊就惊讲你配合若无降，因安怎话咱是毋知，但是真正有接的所在，伊若压力伤悬，有可能佫离开。你佫离开时，都毋是干那忠诚，有可能就变做接的所在离开了。所以去的时阵佫愈严重。讲起来讲，在人袂当，在神凡事拢会。其实咱人都软弱的，你嘛做想讲要控制这个情绪。当你艰苦的时阵，你嘛是知影讲爱微笑面对，爱当来交托神。但是当你按手术15点钟出来了后，反倒当下开始想着讲佫真济后壁头发的代志足济，反倒当下说互你情绪真无好，这嘛是种另外一种考验。对。嘛互咱感觉讲其实咱人是足脆弱的，真正咱的气力是足无够的。伫这无够当中，对我所甲咱保守。像《使徒行传》17章28节里面咧讲讲，咱的生活当中尊老拢在乎伊，生命尊老拢在乎天顶的神。伊若讲无甲咱保守，今日讲起来，咱今晚遐就无这个机会甲咱做来讲话。这个做诗人伫这个诗篇103篇嘛咧讲我的心你爱学乐耶和华。你若伫我内面咧，也爱学乐伊的性命。讲我的心嘛，你爱学乐耶和华，耶和华就是天顶的神。我毋通袂记你一切因费啦，伊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疾病。咱来通专心来倚靠神。咱相信讲，人生当中毋是健康甲无健康的问题，是讲咱今日是毋是有神，咱今日是毋是救主倚靠，会当对道理当中去学习。咱人生生活当中，也是讲家庭啦，还是婆媳之间，免了解讲神的这个作为。就但是咱可能未讲介清楚，不过咱对今晚遐也咧鉴定着伊的妈妈甲伊家本身的先天性的主动脉性的剥离的情况来讲这讲也是足危险的。这嘛是无神的意思。假使若毋是安尼，有可能变做我的家庭破裂。所以神也是讲借着这个病痛，来互你的家庭得到一个圆满的，会有甲以早的情形。所以病痛无一定无好啦。今日所换来是意外平安。讲起来，咱要赢过这个苦难要赢过这种艰难的环境，实在是足难得的。讲起来，今日咱相信主，就是有这个
好处就讲啊，咱知影讲神伫甲要扶持咱，啊伫病中呢，伊伫甲为咱铺床。这伫诗篇41篇的第3节大篇来甲因讲，伫病痛当中，神甲咱铺床，表示讲，甲你安排好，啊，你做伫遮倒，啊，时阵一到，你就完全复原。所以咱了解亲像圣经内面讲啊，讲神的道路赢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所以伫种种的代志顶面。讲起来是充满着感恩啊！对于这项代志，我想讲要问郑元兄，你即马的心情是安怎？我即摆心情就等于讲处在真正感恩的心理。是。因为今仔日若是有遇到这代志，可能我的家庭袂好。啊，因为这代志了后，我即摆搁做的头路嘛是足顺势。啊，伫我即摆所做的头路内底嘛是神的祝福嘛足多，神的恩典嘛足大。最主要是感谢感恩啊，因为感谢主。我一个较好的太太，我因为做代志，我心灵阁保持会调。真正讲就是安尼，靠主常常依咯。啊，圣经内面嘛讲，叫咱凡事谢因，因为这是神伫耶稣基督内面为咱所定的旨意。咱听完说，你的感受是安怎？迄阵咱会操烦，你讲袂是无影。迄阵甲外口神尔吼，将咱的重担写互神。迄种烦恼，咱会当真正讲会当去为着咱以后要做代志，今仔做不用，规工拢伫遐。好。不怎么样。安尼无办法，没办法。啊，咱即马感谢神啊，我全身的身体，真正好势安尼吼。较一个嘛比以前改变足多啊，变真正开朗啦，诚多。整个咱神阁属于一条新的生命，我是安当安讲尔。我讲是对这个灵魂界面问题吼，啊，是身体上。啊，伫观念上，啊，伫侍奉顶面，拢一个全新的改变，全新的一个改变感觉。因为迄阵啊，伫建筑的时阵吼，较一个，咱是一个基督徒吼，咱袂使讲无智慧离开神。对。迄阵啊，我拢暗时若每年教会有聚会，拜伫拢来厝诶，叫伊就是叫袂来。啊，若甲伊讲。啊！你个地个比我较好，你个技术个比我较好。啊，为啥？啊，我是安怎讲？啊，所以迄阵啊，较实个坦白讲啦吼。啊，我感情真好。毋过就是定定为着这聚会吼，灵魂性的代志咧，我足辛苦诶安尼。啊，要上去佫袂用诶，因安怎讲？咱来聚会了，佫等伊啊，看伊伫遐咧创啥？你用啊，啊是毋去教会，佫淡命，咱若要上去佫袂用。你无做就，你若你应讲，啊，你去教会，佫你上去啊，我甲你。即阵啊，真经是查真大，所以讲，较一个真诶，互咱着体会啦，咱去控制咱诶情绪，安排神，伊爱咱安怎去接受啊，无神诶考验安尼。所以上面嘛是感觉讲，这或者是用啊神诶是爱诶乖啊。较是啦。这个乖啦，欠落啊。咱真正讲安尼爱谦卑吼，啊嘛知影讲，那嘛知影讲啊，确实若无生命，你一切拢无去啊。假使咱若会当来亲近神，啊神就亲近咱，咱就体会着讲哦，伫主内面迄种诶欢喜、甲快乐、平安，啊节节来为主做工。我相信讲听完听以后，就是爱节节来为主啊做一寡服侍。我虽然讲吼，你讲我这身体这个用哦，但是吼，我去干那圣经所写保罗所讲的，伊目睭中是一刺吼。我虽然你讲我这身体这样，但是阮是脑部有一个毛病。好，有瘾的对啦。伊旧年才安尼，在无形当中就变做安尼。啊，迄个时阵呢，嘛是等于神一个教训啦。我若虽然开刀了后，我知影神的恩典伫我身上足大，啊，定定想讲要讲，啊，定定想讲爱做会，爱做工。但是呢，嘛是人拢是会盲皮。所以就是可能就借这个机会讲，啊，你毋通想讲你无你身体足用诶，留一个物件伫遐互你咯，互你家己当输钱，钱留钱钱啊。神的你一定输上钱的阮，你嘛靠你家己。所以我即个就是，我定定甲阮太太讲，阮太太定讲，你都敢来遐讲尔，你拢中后讲，啊，侬也无啥物做。真正我即摆做缺欠的，我家己嘛知影，神恩咧伫我身上足大，但是我嘛加足软弱的，该情绪我，这是我对神的亏欠，不一定因为安尼所以神就搁甲我教训，就是爱靠。搁较热心，搁家己搁较调整家己，家己调整来。因为今仔日神就是要爱我，伊顶甲我修理。今仔日若无要爱你，那顶一个团队讲的讲，爸爸拍囡仔，囡仔搁甲爸爸说，因为伊爱你，才要甲你拍。囡仔因为神就是爱我嘛，伊才甲我教。假如若毋滴我，你这无效，我无爱滴你啊，随在你啊，啥物？你就无效啊。所以讲，互神教是。搁家真感谢，我真感谢主，互我安尼搁会当互我家己。真正讲诶啦，你会变，你真要变，不管你安怎会，假使你若无亲近神，你心中若无神，医生搁较搞无效。今仔日就是因为神开医生诶手，阮妈妈即摆去了去张这个医生看，对着阮妈妈老爸讲，
你要感谢恁的神啊，恁的神互你活啊，咱的灵是对神遐所来。今日若毋是神去保守伊看顾，有可能无法度活较久。今日就是因为是要提来伊家己提的，所以讲真正感谢。唯一的搁再一处的，我嘛真正感谢主。所以咱有真的信仰，就是有这种反省的功夫。咱正原遐也毋惊讲，互人讲咱闹气，就是讲啊，真正咱都有遐有这种诶歹毛病、脾气啦、观念啦各方面啊，总是咱有了解咱家己的缺点，最主要是有信仰咧帮助咱有这个圣灵咧刺激咱，啊咧甲因管教，啊咱为义、为罪、为审判，来审判家己。所以有当时伫生活当中，咱就感觉啊，安尼代志无好，哎呀，安尼去做一个调整去检讨安尼。我感觉这是伫基督徒伫这个人生生活当中啊，上重要所在。不管你是顺利也好，还是讲伫咧无顺利的当中，伫破病、伫生命危急的时阵，甚至伫你平安的时阵，咱拢会当伫每一种的这个课题顶面去想出咱人生一路行一个正确的这道路。我讲这个新信仰的这个好处呢，就是安尼。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访问到郑元兄吼，甲郑元嫂，这个时间就到这。咱即摆要邀请咱前来听众朋友伫空中，做来祈祷，求神来祝福你甲你的全家。奉主所记录生命祈祷，亲爱主，永生慈悲的天父，你是听阮人类的，你亲自担当了阮人类的罪恶，为着阮受苦流血主，阮满心来感谢你，因为你诚然担当了阮的忧患，还有了阮的痛苦。为着阮的过犯受害，为着阮的罪孽压伤，以你所受的刑罚，阮才得到平安；为你所受的鞭伤，阮才得到医治。而且，阮世间人拢也亲像羊走袂了路，个人偏行家己的路。你却是将阮众人的罪孽，拢归到主你家己的身上。主啊，你对阮所付出的大爱，我实在是感恩不尽啊！亲爱的主。我哋这个今日郑元兄勇敢见证，互阮每一个听到的人呢，拢知影，若是靠着家己的软弱活着，这是件真危险的代志。若是天呢是有救的，若是人有可能因论死亡。其实阮人活这世间的日子呢，拢有真济过犯，只是这也是少尔，而且是大，而且是小。是属家己有标准的认知呢，还是神的真理唯一标准的认知？如果这个世代的人的心灵真正是需要主你带领拯救，健康的心灵需要你天理性命的填补，才当来挽救人心灵健康，心灵才当有活法的愿望。求主你，互阮亲爱的听众朋友呢，知影来到这个教会，伫主你面头前来找求到你的怜悯，来得到主你慈悲怜悯的恩典，才着你保护领头生死甲圣灵永生。主啊，伊要互因一个新的生命，愿主你继续带着真理来教示阮，来感动阮的心，互阮会晓来明白，阮伫你面头前真正是亏欠了你的荣耀，互阮众人会当入到你救赎的恩典面前，最可会当得到主你的怜悯赦免。求主你赐阮信心，相信到主你，这是阮的一切。只要阮会当来放下无包括家己的歹习惯的生活。来敏感主你的管教，来挖靠你的拯救，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的生活。主你就得到要保守阮所有伫你内面的后生查某囝，将来承受你一切恩典。阮也要恳求主，你定定来提醒阮每一个人的心思，倾听阮的言语，指教阮的行动，完全来改变阮的生命本质，互阮定定有正确的心、正直的灵。愿阮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望着主你喜悦，永永远远来享受主你所享受阮心灵安宁、幸福甲平安。也愿主你圣灵的感动，天恩惠你，定定来帮助阮亲爱的听众朋友，互阮一生会当来谦卑追求你的真理，来领悟着你的权能，会当调整着阮人生的价值观、敬拜神的观念，来体现着你所赐的救恩的平安。最后，阮也将一切荣耀、恶乐、权柄，拢归主你圣尊名，一直到永远。哈利路亚，阿门。阿门。伊是看来过来哈，咱以后咱有机会过来邀请对因来继续甲咱分享着主的恩典吼，咱大家平安，大家平安。